A 单位。这个 A 单位相对比较高，所以坐在这儿可以看到远眺过去的海。这个位置它离海的距离基本上就是走路一个路口就直接能到海边。我们看看它的 A 单位。A 单位和刚才的 B 单位是一模一样的户型感觉，每一个装修啊什么的都基本上是在2020年和2021年左右做的，所以里面的感受很新，气味闻起来也非常的宜人。我刚才研究了半天这个东西，好好玩啊！放在这里，你看它已经做了好几年的 Airbnb 了，但是它每一个地方维护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并且这个 Airbnb 是有自己的网站的。把这个拿下之后，从网站到本来 Airbnb 的评分，再到最后的所有的一系列都转给你。